係關口維同大家睇天氣。本港今日初時有一兩陣微雨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，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曾經降至大約40%。今日嘅氣温較高，下晝部分地區上升去到大約30度，其中九龍城嘅氣温達到30.3度。聽晚東風增強，星期二、星期三離岸同高地吹強風，星期三嘅氣温降至15度。而截至下晝5點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温係介乎20.7至26.6度。7點鐘氣温係25度，相對濕度58%，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。交俾 T 先生。預測漸轉多雲，天氣乾燥。聽日早晚稍涼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氣温介乎17至23度。隨後2、3日天晴乾燥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天晴，澳門明朗，深圳多雲，廈門、台北多雲，上海天晴，杭州天晴，南京天晴。武漢天晴，天津、北京天晴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，大阪、東京明朗，曼谷明朗，吉隆坡明朗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落雨，胡志明市驟雨，馬尼拉驟雨。墨爾本明朗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驟雨，奧克蘭天晴，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多雲，多倫多明朗，羅馬有霧，蘇黎世明朗，巴黎多雲，法蘭克福驟雨，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落雨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拜拜。